原來出版咗成半個世紀嗰本咁嘅《香港街道地方指南》啊，突然呢就宣布推出咗最後一版咯喎。喺嗰個冇 Google Map 嘅嗰個年代啊，呢本天書呢就係無數嘅路痴嘅救星，更加係職業司機啊、司機大佬啊，每人必備嘅工具嚟㗎。呢本地圖停刊嘅消息呢喺網上熱傳啊，近日先至推出咗呢個告別版，更一度引起搶購潮啊！辦法啦，依家啲人咧就個個都睇手機嚟導航噶啦，聲音導航，去邊就去邊，好易揾嘅啫，冇理由拎住本咁大嘅地圖王啊，嗰啲咁嘅街道指南啊，逐頁逐頁揭，真係有老花都好難頂喎。依家個個都睇手機噶啦，手機又代替咗電視啊、收音機啊、地圖啊、娛樂雜誌啊。嗰啲資訊嘅書刊啊，咁樣都個個都掛住睇手機啊，遲早變咗一條喪屍噶啦，一條充滿咗個腦充滿咗呢個電子信息嘅行屍手肉。遺忘掉當天街道的指引，地圖頁邊捲起就字，難忘是當天青春的奮鬥，不氣餒，夢仍繼續做。今天的手機已取締了地圖，身邊的傷疤似記號，只沾於風中找到難不與世道。走過每段路，遺忘掉當天街道的指引，地圖頁邊捲起就字，難忘是當天青春的奮鬥，不氣餒，夢仍繼續做。今天的手機已取締了地圖，身邊的傷疤似記號，只沾於風中找到南北與西東。街道那方挖起指尖找得到是滑索，放聲音導航酷率高。走過每段路。